相公，请自这这三大爷来访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周大爷。我已不请自来了。呀！很冰老的啊！周大爷啊，我是晴儿啊。子三兄，很冰老的老总小子小兄请。不知领当老夫人可好啊？家母十分康健，不知周兄府上可好啊？托福啊，托福。今儿快与周大爷备茶啊！慢来，我晓得传来滴水必经，非但口渴，外且服众，激我啊！今儿快与周大爷备酒菜。这才进了宾主之道。不过我来得匆忙，必正带来酥醉土菜，倒先讨了你这杭州酒菜了哦。不教去语，何必客套？惭愧。相公，酒已备好。周兄，今宵与你擂鼓，不醉不休。好，都且心对凡俗事，学过八仙真要此起。小贼呀，请来作何消遣呐？是就是为。那么你的婚事呢？司君公腾云，悬空不着家，万莫预测喽。也定是愿老太爷因缘菩萨把你的名字放弃了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到府台上削发为师算了。周兄休得取笑，请。慢来，小贼啊，这国居不去，何不坦然一球，一注就行啊？今儿去比马来啊！不知周兄细听何求？我对此说不精通，细听尊便。这样说来，我是在对牛弹琴了。好了，休得取笑，快谈嘞！周大爷，还是叫我家相公谈一曲，早君出山，可好？好，早君出山。弹得好，弹得妙，弹得好切了，弹得妙切了啊！贤妻啊，是贤妻。哎呦，小贼，看你呀！
去将我男扮女装偏扬起，从今月曾表你最美人，30船边好酒成。万般预兆看不清，此事令人不可信。不知问遍花大去，你满身障碍也难分。眼见树上二分虚，你可观当朝百美城？凭我老祖这双眼，管教你列子三刻，心愿意。因你作伤，今日爱我列在你面前光不起。不要说你在眼前看得清，哪怕在成军之中，也能将你成。好，今夜真是元宵，假使东子回望有人死者，你可怪在神军之中也是。至于何难？要我提报？谁有退？好，谁有的就谁有的。好，左兄，你先走一步，小弟该拜会进来。哈！哎，小嘴啊，我这称称你，你便怎么样啊？莫非左兄有意当赌？多个小小的动头，粗心。那你要赌什么？碰一些不了，输了可不能拿我。情愿接招。好，老庄今夜谁有退上见？小嘴趁早配好东桃前。
方啊？左大爷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啊！哦，这里就是三月台啊！好，那我们去等在这里啊。哎，晴儿啊，你是你家相公换班女长，左大爷么称得成，还是称不成呀？以我之家屈臣生，好眼力，好眼力，就称得成，称得成。哎，左大爷，我的话我还没有讲完呢。那你讲呀？以我看啊，屈臣生不成。何以见得？左大爷，我家相公乱扮女长啊，不要说是你错大爷，哎，就是我家老夫人啊，也认不出来。何况啊，左大爷，你的眼睛遇不大方便。晴儿啊，你与我下台看看，借你家相公一刀出来告诉我啊！左大爷，我家相公乱扮女长啊，我也认不出来。哎呀呀呀，你才他多年，总比我好些嘛！哎，去！哎呀，去！哎，你帮我称出来啊！我从中有赏。哎，去！谁要什么伤呢？哎，我还是江西人不晚，是个事，台下看灯去。陪我开开他的玩笑。这位大嫂，你可是早晨啊？早晨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不是找我的吧？找你？是啊，我在这三月台上已经等了你多时了。哎呀，你在敷设些什么呀？心照不宣，孤身独立，明白不是，衣冠楚楚少礼貌，不是的那话颠倒，少不与你年纪老，升官举官并不好。升官，我来想升官举判我不怕，都是你乱扮与装，吹
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呀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在这里写过了。写什么100两银子啊？100两银子？哎呀呀，她丈夫说就说赢去赢，不由丈夫多了。100两银子拿来吧。我看你这个人真是疯了。我疯了，我也不放过你啊！哎呀，你说这样，我要叫人了。你叫我还是要这100两银子啊！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，哎，100两银子。李生，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尽管要戏于我。不会了啊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呀，听说不会了，什么不会？放在他里面。好了好了，我都去吧。小嘴啊，难怪今儿不来告诉我，谢谢老陈死嘞。人啊，谁是暖神？你是暖神啊！你是什么眼睛？什么暖神不暖神的？哎呀呀，哈子却问的自己心里有数啊！好了好了，100两银子拿来吧！啊，100两银子？是啊，你这个人，我与你从不认识，是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快放我走！100两银子，快放我走！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，100两银子嘛，快拿来吧！100两银子。哎呀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他说我乱扮女装，还要我向我要100两银子，老子我不放。见此人躲躲藏藏，这不是好人。你做的好事，这位圣兄啊，刚才什么不对？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意调笑。对呀，这里灯火辉煌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是有意调笑。陪我进你店里，快快！这位圣兄啊，你看，我眼睛不变，君子同口不同岁啊，万请原谅，哎呀，万请原谅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君子？走，我与你见过去。且慢！这位小哥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位他真说得对。好吧，放了他吧，我们看灯去。瞎子在旁，就不轻就不轻走，就不轻。娘子，我们看灯去。多谢这位太子为我解围呀！哎呀，不必客气，下次宽容，不可是此路啊！这小嘴怎么还不来呀？这小嘴，我早就来了，只怪你人不出来。
大礼，你究竟是何大礼呀你？咦，这三友台乃是公众之体，你能看得，难道我就不能看得吗？好，你看，算我做之善，倒霉。做之善？哎呀，莫非你就是那个守着大名鼎鼎的做之善？做大爷么？真是。哎呀，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失计。奇怪。哎，请问他这是？做大爷小女子家住在齐房，想得自家里做家，弟弟开上退伍店，妇女相依多时光。这一个容貌像最相公，最家门中，常泪光你是退伍店的是他这样。呀，难怪是陈平错。哎呀，周大爷，刚才小女子言语多余当头，万请原谅。奇怪，不知在夫妻啊。谁说我眼睛不好？这一次我就骂与陈。咦，周大爷，我又不见周相公同来呀？他即刻去了。哎，徐大姐呀，你是上警察他家，可见周相公乱摆一张啊？哦，你是周相公他乱摆女张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这件事我可是知道的，一清二楚，生命是周相公当年摆女张，是我亲手教书画上，他头上发髻有腕上弓，这话是我插上，一脸之分与我骂，两条妹妹是我画上，上下衣裙与我穿，左右抬棺是我挂上，莫说西洋令人不愁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辨公与王一介亲手来传台，听闻陈仓真模样，我是徐大花海去，我要称他一字三章。兄弟，谁来骗你？徐大姐呀，我与你测试了周相公今夜扮女装，叫我当面陈清爽。这一我眼睛不偏当，恳求他姐来帮忙。早在唐山到此来，你对我一笑。
言。好，徐大姐，哎呀呀呀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却给仔细的找忙啊！哎呀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我只要坐车这里两眼一闭，岂知道这相公他累与不累？哎呦，他外有这种本领啊！哎呀，这相公他累了啊，在哪里呀？他在台阶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他已上了台阶，我还是没有看见呐。他已靠近你身边，靠近我身边。哎呀，我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呐。老说小弟就在这里。小贼啊，你这最美着的呀真是当之不愧啊！老子我官拜下风，官拜下风喽！老总，这东桃你输了，我没有输啊！我老虎来了！我老虎来了！我老虎来了！挑几个美貌的姑娘，借大爷带为夫。是。要挑花的志向，在我强强地狱，还好与我此事。美呀美，美到不可奈何的美，美而愈美，说不出来的美呀！大别终于了，求去！是，不要你们动手，当心吓坏了姑娘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哎，放了他们，放了他们。姑娘，你姓什么啊？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？哎，去！啊，我姓徐。许什么啊？徐堂。许大，这声音好似女郎风音。哎，家住什么地方啊？啊，青河坊。青河坊。为何一人出来看灯啊？我与表兄同来。哎，那你表兄呢？快花灯水上了。快花灯水上了。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乃是兵部尚书之子王天宝。杭州城中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姑娘不必害怕，明日一早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奴家不去。不去也得去。王彪，在带姑娘回府。是。你家相公啊，陪王老夫抢贼了！
来得就去不得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王彪、蔡、赵、登四。美人儿来！
他把婚退，他得整你回龙就赢了多啊！不过都自责啊！是啊，王家是他门第高，何怕区区高德包？他官巡视找上门，我送他见官去坐牢。干不干个白字靠，刺啷啷一根连掉我头上头，管他3年贼从军，叫他一命应曹。王彪，在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白居盛宴。慢来，我娃娃没讲几句，怎么就被当成亲啊？你怎么有这么许多的娃嘞？我在屋里，你娃在水里。哎呀，好，讲，快讲，你讲。是。问他常言道，耳闻是虚，眼见为实。好，你要是不相信呢，好，那我当着你看啊。嘿，嘿，哎，大爷，你当的不像。哎，怎么总来过？总来过。哎，大爷，你王嫂的胡问都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女生就喜欢这一套，听我弄到水，再做道理。去，是。哎，妈来，我玩一玩。先背到后讲话，先讲完后背套，先背到后讲话，先讲完后背套，先背到，先讲完，先背到，先背到。你讲是。许大家境虽不好，刚长立草自小。他也曾要奔波逃，三千他是多能少，哪三千哪？
送花轿啊！爷爷，那三年第三节，今天不是黄堂送。曾经北堂要等你早，今天自己不一定，成亲一定要趁今早。官军所发他上头，谁开玩笑要是糟糕。哎呀，他正月上午自暖笑，咋个啥子最不话好？我求求四姑算命人，今日凶人他都知道。正月上午出院门，对路一定会遇强盗。正月上午做饭菜，海上一定会起风暴。上山要落我家人，过后要断脱毛脚。马甸中年长爬草，草要被天火烧。生女上他要轮到，要暖到头要进古庙。成亲更是不得了，新郎子头婚烟花，手脚抽筋不到三招，要命送跳啊！大爷，大爷，怎么的呀？哎呀，死于心怕生。弟弟之间呢，以我之间要等你走。那么今夜呢？今夜什么来去？那明天呢？明早嘛，他说用当花轿来迎娶我啊！嘿，今夜你就在东书房来说一笑，我也不是害怕。我明衙晚陪你呀，对，明早我就是你的夫人了，谁要只是相声陪我，要是让我委屈。女了，今夜你却在我妹妹的房间里来说一笑。你妹妹？是啊，我妹妹个房间呀。他妹妹小姨上河桥，杭州城里在莫笑。那一年我曾经同人去做过陪，王老夫他从中将官司来不了，想不到天下是情侣这断桥，今晚相逢才今宵。姑娘，你可好啊？是他一心不平。明早你们就是姑嫂了，有什么不便呢？王彪，在这的是送徐大姑娘进小姐闺房，送徐大姑娘进小姐闺房。
也上来了，这本事儿了，他来做什么？哎呀，妹妹啊，妹妹，哥哥，深更半夜来此作甚？妹妹啊，有一位姑娘要向妹妹介绍一下。定是他又将两家女子抢了。鸟语哭，神语讲，为什么要向我介绍？哎呀，妹妹啥子底细，定算不一，听我骗她也骗。啊，妹妹啊，刚才哥哥去看花灯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，好伤心。哭哭心中苦多深，我最常前去问原因，这是表兄妹宽灯最是难，回家之路真不轻，我又怕人送他去，出来呀生不安宁。一时为他思一想，王妹妹把你引过房间看我看你呀，什么背上担心，有点靠不住。我上次把他抢来吗？你怎么会带他到你妹妹的房间里来呢？你是呀？你是呀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来，来，见过小姐啊，见过小姐。即使此，就让他来说在此。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来，走，走啊！哥哥，睡不着，你回向楼去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个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。我请妹妹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！咦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妹妹啊，明日一早我派人来送她回去，你不要让她一个人走啊！你不要让她一个人走。兰香，宋大爷下来是。去。兰香，是这位姑娘家访安心是。姑娘随我来。
气，想必他万不于安谁？唉，听他叹息什么？反正我心绪不宁，也不想安谁。姑娘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这岂不要打扰了小姐？不妨，请说。
小姐呀，只愿我愿情不尽，一世呀雨伞泪沥沥。请我放开头店，找大家做兄媳。我叫徐大年十八，紫金上的开婚礼。小夫人家上里年，十万不怕难为情。一场光阴一场景，曾经难骂曾光阴。瓜子瓜，哥哥不为我妹呀妹想，等到那生老之王去嫁何人？他想的我一模样，不记得年轻人在报喜一起唱。他说自在请我放，让我来当听罪分辨。姑娘姑娘啊，请我放是个好地方，你可知道多少有名声？莫非他有意把我来当替，让我来难他也难再受你。小姐呀，东边之国草场远，西边之国县将军，南边之国上天国，东边之国李他人。好，结生礼，有什么有姓周的？啊，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那有了，那有了，他为我不讲最福的，我这也想分。难为心。还有小姐，你要当听的是哪副神家？姑娘，那朝前生立的后面你。后面，后面是个瓦陶寺，前面是个陈衰明，左边是个黄帝江，右边是个冯立生，高低是个陈福郎，底部是个。哎，我要问的是那有名人家啊。哦，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，哎呀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啊。还有一家，哎呦，姑娘，你快说呀，是哪一家？对个有好成家，江南才子最当地。哎呀，对呀。
名叫王秀英，才知小姐团虚荣，言她家境太清贫。哎呀呀，冤枉啊！什么啊？没有什么。他婚姻不仁，结有恨，一场大病就上了身，足足病了3个月，手的香菇苦是根，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特转世啊！不，他后来嘛，难为情我不收。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关？你快说呀！就望你不说，宽恕我，宽恕你。几次不买来就情。起来
喜，这婚事有变了。婚事有变。是啊，昨夜香，又夜沉，这对姻缘多相衬。你说什么？我昨夜香，又夜沉，这对姻缘多相衬。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大家婆，这两夜出望山城，将来夫妻是难保的，万事成早莫人欺。哎呀呀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哎呀，小姐，你怎么听了我的婚事不成，反而学起天地来了？这莫非小姐也与儿子相公之意？小姐既然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托人传接所中心。这是佛上传记，我愿意退位要老，真的。中国受教啊！姑娘，此事你可千万不能失于旁人之下啊！这件事的就不瓦算。姑娘，你可要亲手交接这相公。也听送到。多谢小姐恩情深。你是红尘？小生就是最疼的。兰香，兰香，小姐切莫声张，切莫声张，听小生慢慢地讲。你讲，你讲。正月扫风是元宵，人山人海闹盈盈。我与好友来当渡，乱摆女上去看花灯。身为你哥哥王老夫，把我当做媒家人。强丈夫有成亲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抢了小姐的闺房来，这真是美满姻缘天作成。马生姑姑望天把，真天不助好事情。杀杀外面抢民女，抢过是进了门，此时他
听。小姐慢来，慢来。小姐千万不能去了反而万事情。小姐七岁逢丁夜望秀英。今日归来桥下回，也是因我有缘分，何不停下爬头呀？了家你我一片小生，我这里有这本命诗稿一本，你何不当场写诗一首？好。你我既然真心相爱，今夜正是明月当空，你我何不对着本事一表诚心？
这灯怎么还没有挂起来？大爷，这事没有禀告老夫人，怕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去！是，我这就去把帖子给花家。哎，喂嘞！鼓什么花轿，发什么帖子啊？昨夜大爷不是了答应了那姑娘到花轿见父你长。你还不知道我这花言巧语弄到谁的道理？大爷岁数实在高。哎，去！是大爷！大爷，我们与人俱见。哎，今日什么也该不接？可他的叔叔才知道智商，出姿势。此人刁钻剑客，生死难弄。今日登门，一定与日俱暮。不接！哎呀，不接！哎呀，不接！哎，远道来访，岂能不接呢？谢谢闭门羹，这一相见礼。这位是苏州周之山是也，请问阁下是王州王天波？久仰。左兄大人举意莫名，今日驾临万岁，是欢迎啊，欢迎！皇兄真是好客之臣呐！皇兄啊，今日府上瓜藤结彩，为了何事啊？今日乃是小弟大喜呀！原是皇兄接机呀！不知皇兄去的哪家千金啊？左兄问的是哪家千金吗？是啊。明明是在说我啊！向我抢过多少女人，我从未弄错啊！听我去问个明白。左兄啊，那老
抢的是什么啊？是我演的周文啊兵，周文斌是个乱子汉，那老夫暖女母亲，听他话都是有理。我非说昨夜抢的是周文哎呀，王兄啊，先生王兄，你将周文斌抢进府中，那小弟我先告辞了。雷布，哎，说回来好事啊！说。哎啊，这兄啊，昨夜周文斌真的是乔装美女前往看灯是啊！哎呀，我妹妹，莫非你将周文斌抢进你妹妹的闺房去了？大爷，小珍啊，你以后等不了我！黄天宝，你好。一计在此。
万色是追文兵假扮，险些上了做子三弟。当哥哥，请坐。哎，大爷，请坐。哦。谁呀？对不殿的许大姑娘啊！哦，对，对不殿的许大姑娘。哎，幸亏妹妹晚没有发言，让我带她下楼。来，走。哥哥，我看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来她多自几天。哎呀，妹啊，这楼下句句不得了嘞！来，走，且慢，其实是小生告辞了。哎，你是何人？小奴才是周防兵，昨夜太上政府四处动来，万千王兄原谅。我是周防兵啊！哎呀，来，谁不下来？且慢，姑姑，你好。这句话大不知把关事宜，清当邻里多称赞啊！什么是三真四德三真的贵千金，金沙名声百年华。挑色媳妇也洗不清。兰香，请老夫人来！哎呀，妹妹啊，我咋不知道他是乱人吗？怎么对？阿福为哪一到侬妹妹的房间里来呀？哼！你可知女儿家名声最要紧？这件事我岂肯关系惧怕人？二当清澈把娘亲，分清是非哪里理？我还要写信到京告父亲。30年在家不肯随本分，王英霸道起了名，又害我转上华名声。他一怒之下回家来要将你，东家不用答应，滚出门去公事我事不身份。哎呀，妹妹啊！
去问他，天宝为了何事？你去问他。这位姑娘，你是何人？怎会来到我女儿房中？你去问他。哎呀，母亲，母亲，究竟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她是乱扮女装，所以姑姑把她留在女儿房哪里舍得去？姑姑是莫夫不要红了眼，千言万语他不听，千错万错是姑姑错，此事不必话别人。到了小姐闺房内，不识真情的又为何应得？到了妹妹闺房内，不识真情又为何应？小生啥是真情深，岂不是话了小姐好人生，把男人藏在闺房内，还是姑姑抢进门。此事啥是传扬开，王府也免要得关心。是啊，此事堂上传扬开，此事要转变杭州城。为了姑娘王秀英，可怜哭了我这文英，昨夜一宵风尘碎，今朝万将去公堂。你是这个病真是。想不到他是这份病，当年曾来受过情，再是冤家压落风。
结亲，既为我儿来扶墙，此事我也不再跟。天宝送康子去马，此中昨夜被强奸，家中平算将我罪，今日居然回家去，家母听了分外意，撒将中去杀杀来，家母今儿真出身。欺骗母亲不孝顺，昨夜难，又夜难，请老夫人来此议。他话中与我长生意，莫非是借此要去修义？皇家告来周家的，咱们婚事不相称。周公子，想你乱摆女章，体面与错私分，传扬出去要传送你的前程，我看保守也怕送康去马。此事我可不实传，可惜是昨夜有人同快门。是谁？苏州家园出自杀，强亲此事他独自己。娘，回去那个中子山，调转杰克出于地，方才已经上门来，我也是他一路真情，他定要他家乡天还呐。那去世传遍杭州一步未平一步棋，怪路刹车成妖精。这张是一闹翻天，要想收拾反不能。女儿不理我是啥？人生皆当两三世。哎呦，儿啊！哎呦，儿啊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主神，快不下去把朱子山请来。要是他不肯来的，哎呀，就是用话来打搅，也要把他陪来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他喊大叫的，为了何事？禀老夫人，到花轿到。到花轿，禀老夫人，前夫逆长到。前夫逆长？
个叫的？不知道。这西大，你是谁叫你们识字的？大爷要许大姑娘认亲，所以我们去。哎呀，真是祸到之间！你家大爷认你，到此不见。哎呀，快去行嘞！是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官司做子三来了，禀老夫人，张天官刘焕领到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因大爷大喜，特来拜我。是谁发的帖子？不知道，叫他们到客厅用茶。是，客厅红茶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做子上来了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左大爷。哎，左大爷，哎，左大爷，是你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哎呦，老夫人，左大爷说不开正门，他不进来。好好好，开正门。是，等开正门。哎，左大爷，哎，左大爷，这开了正门，怎么还不接人？老夫人，老夫人。哎呦，老夫人，周大爷说他追出人家了。真是追出人家？他说王府知书达理，若非追出人家，为何不见老夫人亲自相迎？好厉害的一个做子山！好，举世老身亲自相听。是，老夫人亲自相迎。哪里？伯母啊，今日府上果等结菜，想是伯母垂胆自弃。做燕子，你真是读书读得多，了是写成空。你看，这上面写的是，哎呀，哦，原来是个大大的喜事啊！这喜事嘛，不是令郎娶妻，便是令媛迎归喽，都是闹出来的笑话。哎，欢迎他是岂可儿戏呀！故儿请燕子前来挽回大事，你不顾错吗？你不在，你而不知，要是事情不为不忙了，叫我再往拨一拨不就好了？用不着不得他教把小子抬来。真是老鹰做小鸡，一个鱼在，一个戏呀。做燕子，伯母。再问冰桥上开花灯，我儿带他入府门，阴差阳错闹小娃传出去。因为我家的好名声啊，堂堂兵部尚书大公子。
饭都能贴呀！哎呀，做燕子，你看在老身份上，将你好于追文兵啊，得为家中。你不言，我不语，此事也不会转扬出去。哎呀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哦，你要我做子上闭口不言，这桩丑事嘛，就这样掩盖过去了。你这算盘当不成喽？恰是为何啊？你想啊，你还昨夜强盛进府，金子府上各等劫财，全部依仗摆放在门外。那些拍马屁的官员纷纷前来贺喜了。老夫人，老夫禀老夫人，李将军到。他来做什么？应大一大喜，他来摆哦。叫他到客厅用茶。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商大人张御史前来贺喜。哎呀，都叫他们到客厅用茶。是。这样保护啊，你府宾客营们那嚣张恶邪告知了。哎，燕子满嘴，哎，满嘴呀！做燕子，都怪我儿做事荒唐。事到如今，还请燕子帮忙想个良策应对才是。西庄八母时时看得起我老总，那我去来替你插工，自不一吧？燕子快讲，如今宾客营们当然要办喜事了。喜事？这喜事嘛，不是儿子成婚，便是女儿出嫁了。我女儿嫁给后人，当然是江南才子周恒璧。周恒璧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此了。兰香，夫人，请小姐与周公子来见。是，也请小姐与周公子。哎呀，做兄弟，今后才是啊！小姐啊，托你的福，我是说着不得他教来的。阿母亲，唤女儿出来与我吩咐。儿郎，为娘做主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这周公子，你看意下是何啊？母亲。暂且陪下。做燕子把母千里远你先前，万顷燕子做美臣。
居然当一次美神，看起来哟，这一年欢喜我老总陪我小子呀，寡母有意将他的千金许配于你，你看你意下如何啊？凤帝设在高攀不上哦。小姐她留在地貌，杭州城里最不小，说定我爱她才貌。我也从了土妹求情送月老，王天宝从中来做根，稍稍我就下地来往家高，稍稍我横兵四顾求秀才，稍稍我金枝玉叶怎配不边草，今日里要相逢的灵魂王天宝必须当年陪他了。对，这今日还需机灵神，我看呐，还是要让黄天宝出来当面赔礼讨钱。叫我儿来背债，岂不令他难堪吗？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要包庇你的宝贝儿子，要不是你平时过分宠爱于他，他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蠢事，败坏你皇家的名声。生出这个日子，真是家门不宜。雷神，快去把你家大爷找来！快去把大爷找来！哎，大爷！老夫人，大爷来了。你这个畜生，竟做些荒唐之事！哎呀，叫为娘都难以做人。思锦，做燕子替你帮忙做菜，还不上去谢过？快去呀！见过左兄，这位长兄，你是谁啊？小弟王天宝啊，王天宝，王兄啊，你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呀？我家大爷放在躲在石房后面的稻草堆里，你怪不得腿上尽是稻草啊！哎，天宝兄啊，这一天不见，你怎么啊了一截呀？你这老夫怎么变为怎么了？惭愧啊，惭愧！皇兄啊，你明知道抢进来的是个暖人，你怎么还要雇花轿发帖子，闹得不法顺畅？我没有雇花轿发帖子啊！如今啊，你母亲为了皇家的颜面，以妹妹的名声，要我做媒，将你的妹妹许给周文斌。可是他不答应啊，他一定要你，要我做什么？要你赔礼讨钱。我不愿意。那他就不肯成婚呐。你想啊，你父宾客盈门，一腔所生的丑事啊，听闻传遍杭州城。我
看你今后怎么做成。只怪我小六爷出抢了个男人回来，还要当面拘留。哎呀，徐大姑娘啊！哦，不对，是文斌老的呀！只怪我小六爷出抢你进府。如今你娶了我的妹妹嘛，你也不吃亏的了啊！不吃亏。想当初我托人送媒，你从中作梗。哎呀，当初嘛是当初呀。那今朝呢？哎，今朝你娶了我的妹妹嘛，可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哎，都问过去了啊！哼！你多呀父母呀比谁好言过光阴，且逢调度夫婿色，夫中对当，只得应啊！你做啥？却要当，就是你父母凭着少教训。我劝你，浪子回头快归正，快归正！杀贼强错成啊！贼不妹妹家成小贼呀，一死也死了，我嘛骂也骂了，这桩婚事嘛，你去勉为其难了吧？此次攻击不是聪明，此快上前拜过岳母。好，岳母逃生身上，随小婿也拜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还给些个做颜色大美。是。多谢首相，奇怪，你真正的美人啊！我是你的弟兄黄天宝。老夫人，启禀老夫人，曹长远见将军前来奉喜。朱元璋，你快避开你们，陛下是否是好啊？那去将新生立即拜堂成亲。哎呀，首相，小弟不有进府啊，这与何难啊？王兄啊，你不是早就为他准备好了吗？去，此次也许快去更换结果。是。内臣在请中尉兵卡，今生母女成功，乃是他喜事，叫他们到厅堂饮居。是。厅堂饮居。周延正，这真理请谁来当你？好吧，今天我好事做到底，这真理嘛，还是由我来当。好，万老言得了。周兄来不？周兄啊，那些传单贴出去了吗？鱼啊，什么传单呐？就是我出抢贼文兵的传单呐。哦，那些传单啊，贴上去了。马玉，万马玉，马玉句好，马玉句好。哎，不知是谁给的花轿发的帖子哦？是我啊！你这个一道行政拜堂成亲。一拜天庭，二拜高堂，夫妻。
好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啊！黄老虎抢亲，锄强贼问兵，妇女被妹妹。